最后一种的方式就是电子票证，包括悠游卡、一卡通、iCash 拢包括在内。假使你是用悠游卡，会记你嘛爱去官网来绑定，刷落来只要开满3000块，去超商来比卡的时阵，系统就会帮你自动回存2000块。用这种的电子票证有2个上大的优点：第一，无使用的期限；第二，消费未受到限制，嘛会当买分，嘛会当纳罚款、纳地价税、纳房屋税。用电子票券如果来领振兴券的话呢，可以直接把2000块回归到卡里面，而这样的好处是，这2000块不但没有使用期限，而且买东西可以更多。悠游卡可以哈？可以钞票印吗？不用。实体票券袂使买分，抑阁用回馈金入伫悠游卡内面就会使买。罚单、地价税、房屋税买使揽。如果是超商储值卡的话呢，使用的项目更多，可以缴房单、地价税还有房屋税，这些都是原来振兴券不可以缴的项目。来比较看卖，实体3倍券袂使纳罚单，袂使纳税，嘛袂使买分，有使用期限。回馈金入伫悠游卡，袂使纳罚单，嘛袂使纳税，会使买分，无使用期限。超商寄金卡会使纳罚单、纳税、买分，嘛无使用期限。都可以缴罚款。对啊，我会想要拿电子，我自己个人。因为比较方便。对，出去的话就不用这边找那个券啊，券要是不见啦，好像在那个卡片里面比较方便。经济部讲，电子票券要累积消费3000块，未将买分、纳税、纳罚单等消费金额甲算入去，等是同款嘛依照实体3倍券的消费方式，照度摕到2000块。这笔回馈金等是现金，暂时无限制使用方式。